快点过来，停下就 OK。早晨，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武林先進、社會賢達，美國加州州館仁義堂武術龍獅團慶祝祖師誕兼歡迎尊師越南州館總館團長劉劍昌尊師一味訪問，我們熱烈歡迎。今日風和日麗，得到大家嘅賞面嚟到我哋館一齊慶祝祖師誕及歡迎我哋尊師劉劍昌師傅一味訪問。現在我謹代表仁義堂多謝大家嘅光臨，多謝大家嘅指導。現在我有請尊師劉劍昌師傅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各位嘉賓，大家好。各位粵華報嘅先進，
三大僑團嘅各位會長、主席，各位武林前輩、龍獅嘅各位代表，今日嚟咗係大學幾位前輩同埋遠東幾位前輩，呢位係鐘師傅鐘師傅多謝各位今日嚟到呢一個點睛儀式祭祖儀式。咁細佬咧就係一向喺越南就沉醉於呢個龍獅活動同埋一個武術嘅發展。今日嚟到美國，見到各位僑社嘅先賢先進，領導我哋各位中國嘅華僑喺度立業，喺度發展，能夠有咁成功、咁偉大嘅成就，喺呢度令到細佬大開眼界，真係希望各位就本着我哋華族嘅精神，繼續將我哋龍獅武術繼續支持發揚光大。好多謝各位，好多謝劉師傅，多謝。現在我哋有請美國州館仁義堂團長曾文國師傅同我哋講幾句説話。有請曾師傅。多謝各位。今日小弟亦都好多謝灣區嘅三大僑團首長都嚟參加我哋今日嘅祭祖典禮，以及各位同業先進、粵華報報社嘅各位代表，以及武術界朋友，好多謝各位。喺今日咧，我哋今日嘅祭祖典禮之前咧，我哋亦都有一條啱啱運到嘅彩龍，以及兩頭新嘅醒獅舉行點睛開光典禮。喺呢度咧，好多謝今日能夠得到潮州會館嘅會長陳廷敬先生贊助一頭醒獅，以及盧崇強先生以及莊春志先生贊助一頭醒獅。價值600元嘅每頭醒獅都係，亦都多謝海洋超級市場贊助彩龍一條，價值1500元。好多謝各位。陳廷敬先生即係天天屋嘅老闆，好多謝陳廷敬先生，多謝陳廷敬先生亦都係呢個潮州會館第8屆嘅會長。我哋潮州會館第9屆會長咧，郭家源先生亦都有到嚟參加我哋嘅典禮，好多謝郭家源先生。OK， 而家我哋先請我哋個祭祖儀式開始啦。OK， 得咯。有請尊師劉劍昌師傅同我哋主持祭祖儀式。OK， 儀式之前我哋先點咗經先啦。OK。現在我哋首先係為我哋兩隻醒獅